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歡迎來到人民往事。如果問你，在香港流行文化嘅黃金年代裏面，邊一個女明星嘅美最難被定義？大家腦海裏面第一個浮現嘅，可能係那種慵懶、性感，卻又帶住一絲純真嘅國際影后舒淇。喺銀幕上，佢係大導演侯孝賢，鏡頭下無可替代嘅文藝女神，亦係拿片金馬獎，甚至擔任過歐洲頂級康城影展主競賽評審嘅華人驕傲。但你可能好難想象，呢位名震國際嘅大影影后，當年初出道嘅起點，竟然低到讓人心疼。因為家境貧寒，年少叛逆，佢曾經在懵懵懂懂嘅時候，走上一條被無數人指指點點嘅風月片之路。世俗嘅標籤、異樣嘅眼光，曾經變成一把把利刃，差點將呢個20出頭嘅女仔徹底刺穿。但舒淇最令人佩服嘅，並唔係佢嘅美貌，而係佢骨子裏嗰種極致嘅清醒與強大。佢無在淚水同羞辱中沉淪，反而用驚人嘅毅力向全世界宣告：我要靠演技將以前脫掉嘅衣服一件一件優雅地着返嚟。今日就讓我們用最真摯、最體面嘅情感，一齊來拆解舒淇這段在名利場大火中重生，活出最鬆弛、最清醒大女主姿態嘅傲骨傳奇。舒淇表面上看起來慵懶大方，天生就有一股貴氣，但其實佢嘅童年起點非常坎坷。佢出生喺台灣一個非常清貧嘅家庭，老豆做文員，媽咪年紀輕輕就生下佢，根本不懂得點樣做父母。喺舒淇嘅童年記憶裏面，家裏面永遠充滿了打罵與爭吵。每當聽到老豆返屋企嘅摩托車聲，佢心裏面就只剩下恐懼，甚至會嚇到想要找地方躲起來。喺這種高壓、缺乏溫暖嘅環境下長大，舒淇自小就變得極度叛逆，10幾歲就開始抽煙、飆車，甚至多次離家出走，成為學校同鄰居眼中的問題少女。但叛逆嘅背後，其實隱藏着一個10幾歲女仔對生活嘅無助。因為家裏面實在太窮，連細路嘅學費都快交不起。舒淇在讀中學嘅時候，就不得不輟學出嚟打工，做過業餘模特兒，做過餐廳侍應。為了不讓媽咪向親戚借錢，看人臉色，佢甚至偷偷簽下了一些連自己都搞不清楚嘅合約。到了1996年，大導演王晶同文良在台灣看到了舒淇嘅照片，覺得呢個女仔身上有一股與眾不同嘅野性與純真，於是極力邀請佢去香港發展。那一年只有20歲嘅舒淇，改掉了自己原本嘅名字，口袋裏只帶住外婆偷偷給佢嘅幾百蚊港幣，毅然搭上了飛往香港嘅飛機。初到香港，佢一句廣東話都唔識聽、唔識講，只能每天把自己關在廉價嘅小旅館裏面，對住電視機瘋狂練習廣東話。當時嘅香港影壇競爭極度殘酷，對於一個無背景、無依靠嘅外地女仔來講，為了生活、為了生存，佢根本無得選擇。就在這種最無助嘅絕境下，命運將一條最艱難亦最充滿爭議嘅路擺在了佢嘅面前。初到香港嘅舒淇為咗生存，不得不硬住頭皮拍了幾部風月片。雖然憑住精緻嘅面孔同完美嘅身材一炮而紅，但隨之而來嘅卻是排山倒海嘅世俗偏見。每當佢行喺香港嘅街頭，周圍總會傳來一些不懷好意嘅口哨聲同指指點點。有一次佢坐喺開往片場嘅貨車裏面，聽到路過嘅路人對住佢大喊那兩個字。那一刻，舒淇表面上冇任何反應，但一返到宿舍，佢就一個人躲喺被窩裏面痛哭失聲。佢第一次清醒咁意識到，呢條路如果一直行落去，自己嘅尊嚴將會被徹底踩碎。佢咬緊牙關同自己講：我唔可以一世都做花瓶，我要做一個真正嘅演員。就在呢個最痛苦、最迷茫嘅轉折點，佢遇到了生命中嘅第一位大伯樂爾冬陞導演。爾冬陞力排眾議，邀請佢出演電影《色情男女》。喺呢部戲裏面，舒淇簡直係喺度演緊自己嘅真實人生。佢將一個底層女星嘅無奈、掙扎同堅強演得淋漓盡致。結果年僅21歲嘅舒淇，憑住呢部戲一舉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女配角同最佳新演員2項大獎。當佢企喺金像獎嘅領獎台上，手裏面捧住沉甸甸嘅獎杯，全香港嘅傳媒都喺度看佢會唔會落淚，但舒淇卻偏偏冇喊，反而笑得非常燦爛，因為佢知道流淚代表軟弱，而佢需要嘅係強大。從那一刻開始，佢正式開啟了自己嘅逆襲之路。後來佢又遇到了文藝片大師侯孝賢，侯導看中了佢骨子裏嗰種不服輸嘅韌性，帶領佢一步步走入真正嘅藝術殿堂。舒淇開始用實際行動去實踐佢當年對全世界許下嘅諾言。佢要靠自己嘅實力，將以前脫掉嘅衣服一件一件最體面咁喺大眾面前着返嚟。舒淇嘅逆襲之路行得比任何人都更加堅定、更加用力。佢將自己全部嘅心血都投入到電影裏面，一年拍幾部戲，甚至試過幾年都冇好好放過假。到了2005年，佢同大導演侯孝賢再次合作，出演了電影《最好的時光》。
喺呢部戲裏面，舒淇一個人分析3個不同時代嘅女性角色，佢將每一個人物嘅愛恨情仇、靈魂深處嘅孤獨同倔強，都演得入木三分。當晚喺金馬獎嘅頒獎典禮上，當頒獎嘉賓念出最佳女主角舒淇嘅那一刻，全場掌聲雷動。呢一次，舒淇企喺領獎台上，看着台下無數為佢歡呼嘅電影人，佢終於忍唔住淚流滿面。呢一滴眼淚唔係因為委屈，而係因為佢終於做到了。佢用實力證明了俾全世界看，自己不僅係一個演員，更係一個演技無可挑剔嘅頂級影后。後來舒淇嘅腳步更加跨越到了國際，佢先後擔任了柏林影展與康城影展嘅主競賽單元評審。當佢身穿高雅嘅禮服喺歐洲頂級電影節嘅紅地毯上展現出那種自信、慵懶嘅笑容時，當年那些世俗嘅標籤早已被佢遠遠甩喺了身後。好多人說，舒淇最厲害嘅地方係佢身上有一種全演藝圈都好難見到嘅鬆弛感。喺呢個充斥着名利與算計嘅名利場大火裏面，好多人都在爭名奪利，但舒淇卻活得越來越隨性。佢敢喺社交平台上曬出自己沒化妝、滿臉雀斑嘅素顏照，亦敢大方露出自己嘅白頭髮。因為佢清醒地知道，真正嘅尊嚴同美麗，從來都不是建立喺完美無瑕嘅外表上面，而係來自於你內心經歷過無數風浪之後，依然能夠笑看風雨嘅強大與自信。喺感情世界裏，舒淇同樣活出了最讓人羨慕嘅體面。佢以前談過幾段刻骨銘心嘅戀愛，卻因為種種原因無得到世俗嘅祝福，但佢從來無喺傳媒面前講過對方一句壞話。直到2016年，舒淇同相識了20年嘅知己好友馮德倫突然喺外地宣布結婚。佢哋嘅婚禮無奢華嘅城堡，無鋪天蓋地嘅商業贊助。舒淇甚至只是着住一件品牌送嘅舊婚紗，腳踩一對平底球鞋，就喺街頭拍下了甜到入心嘅婚紗照。呢一種隨性與低調，恰恰證明了佢內心嘅富足。佢唔需要豪門去點綴，因為佢自己早就活成了最底氣十足嘅豪門。從當年一個喺底層掙扎、隻身闖蕩香港嘅叛逆少女，到今日笑看風雲、名震國際嘅大女主，舒淇用大半生嘅堅持話俾所有人聽：出身無得選擇，過去亦無得抹去，但未來嘅尊嚴永遠握喺自己嘅手裏面。只要你夠強大、夠清醒，命運潑俾你嘅泥水，最終都會變成你腳下最耀眼嘅紅地毯。今天舒淇的故事就分享到這裏。看完整個故事，你最佩服嘅係佢當年喺風雨聲中咬緊牙關磨練演技嘅毅力，還是今日展現出白髮與素顏嘅頂級鬆弛感呢？歡迎喺下方評論區留言分享你嘅睇法。喜歡我們分享的香港舊時回憶，記得幫忙點個讚、訂閱人民往事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期再見。